市面上嘅 Silver Mix 又平又貴，咁應該點揀呢？等我教你點分啦，一定要睇住治療師喺你面前開新機頭，咁先至可以確保呢個機頭嘅發數淨係得你自己一個用到，而唔係同人 share 㗎。呢個就係 Silver Mix 嘅全新機頭啦。三大原因要 check 係咪新機頭：第一，衛生；第二，效果；第三，做足發數。原來愛鼻涕都有平有貴。Glowing Beauty 呢支原廠愛鼻涕都算係市場上最貴最有效㗎啦。Glowing Beauty 有成 team 嘅美容培訓導師團隊，佢哋好重視客人皮膚狀況，所以做每次療程之前都會好仔細咁去講解翻 Visa 智能皮膚分析報告，再去定製療程，訂立 Silver Mix 唔同嘅能量同埋針長嘅配搭。Glowing 獨家 Silver Mix 夾心手法，冷凍舒緩技術，降低痛感修復期。Silver Mix 黃金微針雙波多效療程，解決肌膚多項嘅問題，幹細胞修復再生，加倍鞏固療效。Glowing 重視療程效果同埋安全性，療程前都會用到 Visa 智能皮膚分析系統，確保每一發能量都精準、安全、有效。所以唔係睇邊間價錢平，係要睇安全性同埋有效性㗎。今個月首30名預約 Silver Mix 唔止免費 upgrade 做埋眼部提升、緊緻頸部同雙下巴，仲做埋髮線同送原廠50億外鼻涕。